超，我走了。回头上西蜀找你。做什么？收徒。你不是都有他了吗？这小子用刀，你更适合接我剑道。再说吧，没想好吧？不急。事儿办完了，我也过去了。多谢。都是世子的吩咐。殿下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没有想过会有机会重拾公主身份。且赵叔叔，我们出发吧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是话还没说完呢。什么话还没有说完？他想怎样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给你的。你怎么把这个给我了？送你的。你疯了！这可是你娘的佩剑啊！曹先生，要不然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他们这一别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
说好了，读书给钱，都好几天没读了。定金我定下次的。下次天知道什么时候？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先定着。我现在是公主了，价要涨。翻倍，1字2文。那可以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徐凤年？哪有这种事啊？毛快被勒死了。曹先生，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。殿下，该启程了。知道了。曹先生，可否请您帮个忙？说说看。你们这次西行，路上可否造些声势出来，让人知道我和殿下一去西西处？就这意思。可以，也好让人准备接驾。多谢，那就祝各位一路顺风。徐凤年，有没有想到结果？什么结果？你是北凉世子，宿命便是镇守天下。殿下此去，收拢旧部，终究要回西楚。你们若再相见，怕是兵戎相见，这就是你们的结果。不会的，曹先生。我徐凤年从来不走别人规定好的路，真到了那一天，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两全，这2字很难。事在人为。那我就等着看。你走吧。猫也带着啊。你别跟我废话了，有话跟殿下说啊。都说完了，剩下的等再重逢。下次1字2文。好，说定了。就说这么几句，他都把他娘留给他的佩剑送给你了，你也没个表示。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下次1字2文。说定了。
若是传信回北凉，应该还拦得下。北爷爷，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世子舍得就好。有舍才有得，有离别才会有重逢。人一走，话都开始酸了。我这是有感而发。哎，你头上那是什么？头发？头发上边。哦，给你的。神符？将军临行前要我将神符转赠于你。这可是西楚传国之人。你不是也把大梁龙雀送给他了吗？一个赠神符，一个送大梁龙雀，你们这一个个的全是败家子，哎。世子，下一站往何处啊？上阴学宫。不去武帝城等徐凤年吗？他下一站是上阴学宫，他这一路江南见徐知虎，龙浦见徐龙象，你说他下一站是不是该去见见我媳妇？你媳妇是谁啊？徐渭雄啊，徐凤年的二姐。你是他姐夫，那你还杀他？他不知道。徐凤年不知道你是他姐夫，知道的人少。他姐没跟他说？他姐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什么叫他姐也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他姐也不知道自己是我媳妇儿。这算讹人吧？迟早的事。徐渭雄这样的奇女子，就是我的唯一良配。那你还杀他弟弟？杀徐凤年，北凉才会乱。北凉乱了，我才能趁乱而起，到时候我才有资格去徐渭雄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为徐渭雄杀的徐凤年。我现在还真想看看，怎样的奇女子能和你是天生两配。你看，这是在搞什么呀？我娘说，咱们认识时，爹是马大将军，横扫天下门阀，一切都是孽缘啊！但他并不后悔。大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大哥！你说徐骁是你生父？我也不敢相信，找上大哥就是同回北凉，我可真像。之前怎么不问啊？之前我娘一直不愿我把我爹的身份告诉我。那现在怎么肯说了？重病不治，临终前才说的。人没了？这还传着呢。就刚过世？才来的。
这么巧啊！陆修，没有功夫。大哥要是不让我去北凉，我不去就是了。不用打我。叫什么名字？龙宇轩。大哥叫我小虫就行。姓龙。跟我娘的姓。帮他收拾个房间吧。多谢大哥，大哥，我来安排。多谢姐姐，姐姐力气好大。少废话，跟我来。多谢大哥。多谢大哥。先看看他上了船会做些什么吧。收姐姐不仅武功好，人也好，还长得漂亮。我要是能拜姐姐为师，哪怕是做梦都要笑醒。那我陪你吧。青椒姐姐，风大，要不我替你拿枪？你把枪给我吧。不用了。那我陪你站会儿。大哥累吗？我给大哥揉个肩。不用。我还能敲腿。你还会什么？我会烧几个小菜，大哥钓了鱼我能打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娘说年轻小伙子屁股上能烙饼，晚上我能先替大哥把被捂熟了，再让大哥进去睡。然后被窝里留俩饼。不是，那就是句俗话。去，那苹果我就吃了。这小子爱聊天啊，这几天船上是个人都混熟了。您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怎么会知道你的船从哪过啊？前辈看得准啊，太巧了。那你还让他上船？把人留在身边，总比藏在暗处好。再看看吧。前辈，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。你麻烦我还少吗？有什么事？马上到上阴学宫了，我想着其他人就不下船了，您得陪我走一趟。带军刺客？我二姐在，她眼里边我这江湖行怕是胡闹。你怕你二姐？不是我怕，全家都怕。您在边上估计能好点，好歹是个剑神，能给点面子。他在家打人啊？不是打人，是那种气场。对了，您见了他，千万别在他面前提二姐这俩字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，显得他被大姐比下去了。深沉有什么可比的？他这个人要强啊，连时光都要争一争。有了，烤了。
那就是我姐，前辈记住了，别叫二姐，别提江宁。姐，哎，徐渭雄见过李先生，龙虎山一声剑来，振聋发聩。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，传这么快呢？这一路多谢先生护持，剑不错。这柄红螭就是为了送给先生。不用，姐，我那儿不缺剑，你的剑自己收好。晚辈只会剑术，不通剑道，这剑在我手里只是明珠暗投。剑是不错，养剑的功夫也足，只会剑术，过谦了吧？龙虎之后有剑无剑，对我都是一样的。徐渭雄，你这个做二姐的也别试探我。我答应过徐骁，让这小子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回北凉，就算在武帝城，这话也算。谢过李先生千金一诺。听说你欺负过江丫头？有这回事？瞧不上她？自古以来，婆媳姑嫂多不和，不见得那些婆婆嫂子都是恶人，无非是让女子记得自家夫君的好。江母走得早，这恶人只好我来当。这么说，你也觉得江丫头跟这小子能成一对？就他们俩，猪都能看得出。行，我本来打算替江丫头出气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没法动手了。不过话还是得说，徐渭雄，你资质不错，但还是比不过江丫头。听见了吧？这话跟你说呢。江宁剑道高低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将来富冈不振的又不是我。你这丫头倒是有趣啊！徐骁有你们这些儿女，真是他的福气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？知道我们要来？现在全天下谁不知道你的行踪？哪有那么招摇？有什么话，到我住处再谈。前辈，李先生，我和徐凤年有些家事商谈，你要是想听，没人拦得住你。那我就不去了。你这就不去？还是别去了。走。哎，神符借我用用。哎。今儿人这么少？今日是3年1度的学士考核，大家都不在学宫。考核不在学宫？像我这一批，今日该考堪舆，要去地废山，考究望气象地，点穴寻龙。你怎么没去？我不用考。为什么？教这一门的王继久，他跟我比过望气术，输了3次给我，之后这一门就不用再考了。你把老师给赢了？他拜我为师了。学宫没说什么？习惯了。什么叫习惯了？棋道、诗文、注经、书画、注游，这几门老师都输给我了。最近这几门课都是我在上。所以这些学生这么怕你？算起来，他们也得叫我先生了。读书能读成这样，姐，你也是没谁了。比不过你，千里迢迢去武帝城送死。老黄的剑匣在武帝城。世子来了。这又是谁啊？舟车劳顿你辛苦，我是你姐夫。并不是。现在不是，将来绝对是。你等一下。
世子第一次来上阴学宫，是没来过。有时间我陪你逛逛。上阴学宫流派繁多，有趣的地方有几个。很快要走，那可惜了，下次来提前说。哎，左边。别着急杀我，再了解了解。杀了之后再慢慢了解。世子见谅，再聊下去，姐夫就成死姐夫了。理解理解，贵姓啊？赵凯，有缘再见。又是个姓赵的。走吧。姐，这人有点意思啊。当我没说。紧赶慢赶，才赶上徐凤年到学宫。要说还是水路快啊。人呢？帮他解除出去了，身边没其他人。你不是要杀他吗？好机会。不能在学宫动手。不就是个书院？我要是在这儿杀人，不就把名声毁了吗？那你过去试探还有什么意义？这里最安全，也只有在这里，李成刚才可能不在他身边。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最好，听不到也不将就。您呢？见李成刚。进来。前辈，徐凤年不是让你们待在船上休息吗？丰都绿袍还有传承飞的时间。谁教你说的？有人想见您一面。人呢？就在屋后街道。这事，徐凤年知道吗？哼。
剑神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召开之幸。之前我想了又想，与剑神会面是不是该先聊些闲话，或是多客套几句？后来我觉得不用了，不如直接阐明本意，才算干脆。继续。我想杀徐凤年，想杀他的人很多，可是有您在，就没有人杀得了他。所以你来杀我，晚辈也不至于这么不自量力。自从知道是您陪徐凤年东行以来，晚辈读了不少前辈的往事。当年丰都绿袍是您亲手杀的，谁都知道。可我觉得您不想杀他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件事是您隐居多年的真正原因。哪个老家伙告诉你的？前辈，我不知道徐骁给您提的什么条件，让您护住徐凤年平安，但我想我也可以提条件，求您网开一面，给我一个机会杀徐凤年。您知道吗？丰都绿袍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门派传承、同族后人依旧在这人间。一个小门派，这些年过得风雨飘摇，这些是他留存于今的唯一传承。我想，您应该想知道这个门派在哪儿，还有些什么人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就杀光他们。前辈，这可不是威胁。无论您答不答应，都送给您。哎呦，这么辛辛苦苦查到的，就这么给我了？这是诚意。说起来，徐凤年与您非亲非故，徐骁能答应的，我能做到；徐骁做不到的，我愿意帮您做到。你准备什么时候杀徐凤年？武帝城，就看您愿意给这个机会吗？你就住这儿，姐啊，你不是诸般乐器样样精通吗？怎么也不能把琴挂墙上，自己写点字画也好啊。老黄的剑匣一直在武帝城头，什么时候去拿都一样。你现在船头一转，就能回北凉。等得久了，我怕老黄心慌。他已经死了。我会心慌。你回北凉，我替你去拿剑匣。姐，你拿不了的，要不是李剑神同行，我也拿不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天下两件事，最引人瞩目的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李淳罡再临武帝城，所有人都猜他要与王仙芝再决高下，报当年断剑之仇。前辈和王仙芝没仇，断剑的事他没放心上。这一战会发生吗？有可能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或许是当时最强的两人一战。有传闻，邓太阿也在赶往武帝城。桃花剑神，王仙芝自称天下第二，从此人间便无第一。王仙芝、曹长青、邓太阿，这或许就是当时最强的三人。而如今李剑神重回陆地神仙之境，天下至强又多了一个选择。我肯定是支持李剑神的。邓太阿为什么赶往武帝城？
观战。武学至终极之境，有飞升传闻。知道，据说龙虎山上任掌门齐玄真，最后就是飞升天界。飞升一事真假难辨，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：如果李淳罡与王仙芝全力交手，或者能打开天门，出现飞升之机。所以邓太阿是想趁这个机会飞升天界，而那时候你偏偏也在武帝城。我挺喜欢人间的，没打算飞升。这三人若是混战，谁能保准你的性命？就算是李淳罡，到时候也未必顾得到你。这就像是战阵冲锋，而你就是途中蝼蚁，生死只在顷刻，性命全靠天意。就这样，你还是要去武帝城？我要去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姐啊，就一个小问题，我不想成为徐骁那样的北凉王。姐，你放心，不管是王仙芝也好，邓太阿也好，只要李健身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早几年，我就直接把你绑回北凉。哎呀，哎，姐，你刚才说现在有2件事引天下注目，那另一件呢？当然是你家江泥和陶长青前往西蜀。天下都知道了。王都争斗，大乱将起。这大局终于到了这一步。你早有准备。不瞒你说，曹长青一行散布自家行踪，还是我求来的。徐凤年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把事情闹大了。这是皇宫大内，你是天子内侍，不必跪外臣。起来。此刻陛下在见谁呀？宰父，这不该问。下去吧。是。来，下去。是。见过张宰辅。啊，陛下方才是在见你。哎呀，陛下忧思国事，有些疲倦了。今日恐怕见不了张宰辅了。
我的奏章，陛下看了吗？看了，看过了。那就该知道兹事体大，蜀地自古艰险，西楚余孽大多潜入蜀地，各具刀兵，虽说麻烦，却终是千界之机。可如今，曹长卿携西楚公主奔赴蜀地，就是要将这些人归于一处。据传，已有近10路叛贼与之接触，眼看就是大乱之局啊！宰父说的对。哎呀，姐，给你洗头啊。从小就这招，头发沾水就不好打你了是吗？姐，你是故意让江泥和曹长卿大张旗鼓造声势，造给朝廷看吗？就知道瞒不过姐。理由呢？你觉得朝堂会如何应对啊？要平息西蜀乱局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北凉军西下。蜀地再乱，也挡不住北凉铁骑。可是这法子，朝堂绝不会用。原因很简单，总不能让蜀地也飘起虚假战旗。真到了那一步，西蜀、北凉成犄角之势，天下莫能当之。宰父向来忌惮北凉，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所以，最保险的办法，就是调顾建堂离京西下。曾经的4大名将，如今除了徐骁之外，也就只剩下顾建堂了。顾建堂困守京城多年，若他西下，你家江泥撑不了多久。你觉得会是他吗？他若离京，便是龙归大海，虎入山林。咱们这位陛下，可没这胆气。非常局势，当行非常事。换个思路想，顾建堂若能领兵，最坐立不安的不是京城，而是北凉。顾将军告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说是着了凉。着凉？哎呀，天下用刀第一人也能着凉。哼，这种时候还想着自保。陛下怎么说？送了药，让他好好养病。好，不用顾建堂也行。我那奏章里还有一人可用。
若调此人，定能平定蜀地。更重要，以其人之才，或能动摇北凉格局。将军，陈将军足下，西蜀叛乱寇边，余觉朝廷将派汝入蜀平息战乱，足下可请缨出征，余将于朝堂之上力荐足下，成为本朝第2个异姓王，不再受北凉王牵制。张巨鹿，亲笔。陈之豹，军威极甚，名望玉龙，实为北凉军中第2人。若加封官爵，令他率本部前往蜀地平乱，北凉军中或将分崩离析，自相废帝。陛下也夸赞宰辅之策，老臣很辣。既然如此，可尽快传召。无论北凉如何应对，军心都会生乱。只是陛下也有些顾虑啊。有什么顾虑？徐骁尚在，陈之豹未必敢接旨。未必，就未必这2字吗？终究，陈之豹是徐骁的义子，此种争斗，父子都有，何况义子？其中多少铁火枯骨，功名就一壶。试问帝王将相继后土，山上有土，民间水壶，其尊江山如虎，珍珠是虎，血淋红炉，俯首难了成骨，10万公路。啊，大将军！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，刚回来，正好赶上凑个热闹。哎，你们这是哪一出啊？练兵。练兵？是。斥候营分队列入林，林中交战。林子里事先也准备了一些别的比拼手段，这就是一种。啊，那输赢怎么算啊？赢了吃肉。大将军归来，如今已在林内。要不要去迎接大将军？哎，别愣着，继续来。大将军，您先放手吧。你们这儿人少，我不插手，你们肯定输。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人多人少都是天定。这是陈之豹的练兵法子？是。啊，这小子人呢？人在高塔，统观全局。好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是。
干什么？北凉之地毕竟兴许，陛下的意思是待徐骁死后再用宰辅之策，让陈之豹和徐凤年两虎相争。那现在呢？蜀地之乱总要有人领兵啊。有人提议啊，根据目前情势，未必动用大军。蜀地一直很乱，今日之事只是因为那个西楚公主。若是西楚公主一死，那些人毕竟还是一盘散沙。刺杀？正是。找一人杀了西楚公主，然后再从中斡旋，消弭乱局。曹长青在，怎么杀呀？怎么杀？我也不知。谁人提？不是我。哼。寒雕寺呢？寒雕寺。无论朝堂怎么应对江泥的乱子，你呢？你是想从中得到什么？咱们这位陛下最担心的就是天下再多出一个北凉，所以应对江泥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。人心易变，相隔千里，你怎么就能认定朝堂的对策？你在京城有自己的眼线？不对，这办大事不能出错，对方绝不是小人物，不是眼线，是同谋。什么都瞒不住姐。能影响陛下定策的人就那么几个，再猜下去，可就猜出来了。你与人为谋，爹知道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你连爹也瞒着。总有一些事儿，想要自己亲手去做。所以去武帝城，也是你的谋划之一。不是，去武帝城就是为了老黄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不问我想做什么了？前前后后串在一起，大概也就能猜到了吧。幸亏你是我姐呀。轩辕家的船，如今是我的了。
船是你的没什么，别回头人也成你的了。姐，我对轩辕清风没想法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江泥信就行。我过去纨绔好色都是装的，假的，你知道的。世子，乔姐，其他人呢？仓里。我记得今日应该是青鸟值守啊。他跟我换了。你院里那几个丫鬟都跟我不对眼，这是躲着我吧？哪有的事儿？你这就别装傻了。二姐，这又是谁？二姐，我是你素未谋面的弟弟。路上捡的，说徐小是他爹。终于见到二姐了，我又有家人了。啊！大哥，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一路小心。二姐，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大哥，大哥，菩萨，过来。二姐，救命！大哥，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大哥，这是做什么？路上捡的，一雄一雌，雄的叫金刚，给黄妈儿了。这只是雌的，叫菩萨，送给你。要它有什么用？这学宫里满口仁义道德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，有他陪着不冷清。我喜欢冷清。他喜欢你。好，我先回了，等你消息。临别抱一个。二姐，大哥，救我！船上没什么事吧？没有，就是李剑神下过船。现在呢？回来了。行，那就起航吧。水里的捞不捞？大哥，救命啊！大哥！为什么呢？我到底说错什么了？我大哥呢？我去看大哥。等一下啊，晾干了再说。还是说姐姐的最好。那你可看错人了，我坏着呢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剑神的时候，徐凤年没有出来过，绝对没有。那就好。李书芳怎么说？他该是答应了。杀徐凤年的时候，他不出手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人嘛，活在世上，总有牵挂。一代剑神答应的事情总不至于食言，他不出手，杀徐凤年就有了机会。哪里动手？还是武帝城。等到李成刚和王仙芝交锋时，我们再出手杀徐凤年。李书刚既然答应不出手，怎么还要等交手时间？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曾是输给过王仙芝的顶尖高手，如今自愿留下来镇守武帝城。徐凤年上城头取剑匣，12武奴必定会出手。到那时，徐凤年身边的护卫无暇他顾，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徐凤年举剑甲一事，怕是假象。这位世子还真敢惹怒王仙芝吗？我觉得他会。一个纨绔，那是天下人看错他了。
我觉得他跟我是一类人。哪一类？不甘命运，心有城府。走吧，去墓地城。